好多人咧都會問，其實催眠有冇副作用嘅呢？喺我哋嘅角度咧，催眠治療當然係安全嘅啦，係冇啲明顯嘅副作用。不過都有啲人咧喺催眠嘅過程入邊咧，可能會有一啲輕微嘅不適，因為喺催眠嘅過程入邊，治療師咧係會引導個案觸碰情緒，所以個案咧一定係會經歷一啲嘅情緒波動啦，或者嘅情感釋放，例如悲傷、焦慮、興奮等等，呢啲情緒咧通常都係暫時性嘅啫。治療結束嘅時候咧，治療師亦都會引導個案將呢啲嘅情緒咧逐漸消失。另外啦，喺催眠過程入邊咧，有啲人咧可能會覺得頭暈或者輕微嘅頭痛，呢啲咧通常係因為我哋身體放鬆咗啦，然後係由血液流動改變所致。所以一個受過專業訓練嘅催眠治療師咧，係無時無刻都係注意緊個案嘅身體啦，或者佢嘅心理狀況，並且確保整個治療嘅過程咧都係安全，所以只要係正規嘅催眠治療咧，並唔會產生副作用。